心经恳，请咱唱第二站。往日讲对马里个心，早知伊那点定死，主的主情意里就已有悔也有有得，将本心随我命迷流，有其心多情太紧。即首咱大家真熟吼，咱搁来唱第四节，唱一摆。天西天君归祖卡子，明罗罗定情，应是也明情三摩地，多下秋瓜个。咱搁来，今仔日有圣礼，等咱搁来献开圣诗361首。圣诗361首，求圣神感动阮谦卑。这首歌的拍较特别，所以咱加练几摆啊，吼。来，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。来，求圣神感动阮谦卑，奉主名真理教诲。今仔有2、3人主持，愿靠神。第2节，第2是有主的使徒，奉基督心领水道，因帮赞关心甲分，让别表盼归。我拄啊唱第3节，咱搁来唱第3节，因为第3节伫隔壁，这个旋律咱要斗起来，有时啊会较歹在咱来练第3节，哈。请咱来吟第3节咯。将大义生活甲啉食，拢变做心田正是，因帮赞关系甲分享，献出自己。
到遮。认着俄勒耶花，耶花的罗卜啊，认着俄勒耶花的名，愿耶花的名受俄勒。对即时到永远，对即出到即落的所在，耶花的名应该受俄勒的。耶花搬过隆重的国，伊的阳光较悬伫遮的天。万国啊，认着俄勒耶花；万百姓啊，认着称呼伊。
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。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。圣诗第43首，世间众人拢着点情。咱三个来用心的改变做咱的信仰告别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机倚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有国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大家来用上帝的话来启应。启文51篇，也就是耶利米书17章。启文51篇，上主安尼讲：我靠会死的人会溃烂。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，因为亲像风波袂大丛的树，总是信靠上主，专心倚靠伊的。伊亲像树栽伫水边，
炎热到也无惊。空寒的年拢无挂虑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学了你。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永远伫地的上帝。我要切切找求你，伫抗旱无水的地，阮的心切切羡慕你。我伫圣所找求你，为着要看你的权能甲荣光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伫这大降节，阮听候娘子主耶稣的降生，阮的心充满着期待甲盼望。我要常常警醒，听候耶稣基督的过来，明日善思上帝的话语，亲像果子树栽伫溪水边，甲照时结果子。恳求主的和平临到遐个战争的所在，也求主的疼临到遐个丧乡的所在。亲爱的主，阮伫今仔日，我们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，举行洗礼甲圣餐。感谢你极大无比的恩典甲疼痛，用你的保护来洗清阮一切的罪，互阮的生命会当不断互你更新甲改变，佮赏赐阮有丰盛的活命，互阮的生命会当常常甲你结连，帮助阮时常穿着你所赏赐阮的全副军装，我靠主的大能大力，过着得胜的生活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将阮国家明年将会13总统甲立委的选举仰望你，恳求圣神引带带领，互阮所选出的总统、立委，真拢会当下伫主你的旨意，会当真正疼惜阮的国家，为着阮的人民百姓来设想，互阮的国家不断向前来迈进，继续行伫民主自由的道路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主你用你的大能来充满阮，用你的慈爱来关爱阮，赏赐阮有智慧、信心甲启示的灵。阮毋是倚靠势力，毋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，互阮会当按头前所采标来跑走，来努力，互阮会当真做合主你心意的人。愿一切颂赞、乐乐拢归于你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赞，圣乐队要用恁的真光已经降临来学了上帝。
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9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，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稳定甲平安。我时常为着恁地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伊通过基督耶稣赐恁稳定，互恁通过基督逐项得到富足。充满逐款口才甲知识，基督的信息已经伫恁中间坚固建立，互恁拢无欠什物恩赐。听候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伊嘛会互恁坚固直到最后。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。上帝是信实，伊呼召恁，要互恁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以上。愿上帝使我咱所读的话，搁遵循伊的真理去行的。讲道牧师今日所要传互咱信息是藏伫心内的花蕊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当阮三自集踮伫你的圣殿中间，阮欢喜会当踮伫遮彼此学习、彼此鼓励，也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哪体会上帝你的恩典。每一日，阮看见上帝用你的话，踮伫圣诞节的时刻，帮助阮，互阮愈明白上帝你的心意。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当咱进入到第12月份，咱愈来愈wal近圣诞的脚步。伫今仔日，咱点到第1支的蜡烛，点到第1支的蜡烛，嘛咧提醒咱。一礼拜一礼拜，当咱愈点愈济的时阵，咱期待耶稣基督的光要降临踮伫即个世间。所以，当咱会当三自集踮伫遮的时阵，有一项真重要的，因为基督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所以咱嘛要成做世界的光。点到遮的蜡烛，咱嘛开始有新的期待，期待讲踮伫未来咱所徛起的所在。踮伫未来，咱家己的生命会当迈向一个搁较水的所在，会当迈向一个搁较水的发展。这也是当咱每一摆通三自集咧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咱心内底所带着的期待。所以踮伫12月份，定定咱咧会讲，咱期待要看见啥物？要接近圣诞节啦，今年的圣诞礼物，咱有期待要得到啥物无？今仔日咱透过哥林多前书，咱嘛咧看保罗的期待到底是啥物？保罗写批互哥林多教会，咱定定读哥林多前书，读到的时阵，毋知咱有啥物款的感受？看起来咧处理足侪问题对，看起来咧处理足侪的问题，所以保罗踮伫哥林多前书内面，伊也咧面对讲，到底伊想要期待啥物？哥林多到底为什么会遮尔侪问题？因为伊踮伫一个真繁华的所在，伊踮伫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南北二路、东西两边所有商业拢爱集中踮伫遮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发展的城市啊。哥林多是一个相当发展的城市，踮伫遮有侪侪人来做生意。踮伫遮也有侪侪文化，拢三自集踮伫遮，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一个真繁华的所在。咱想看卖遮会有啥物？足繁华的所在会发生啥物？所有人拢想要来遮趁钱，所有人拢想要来遮生活。嘛踮伫遮，咱想看卖因会有足侪神无？共款嘛有足侪神充满踮伫即个城市中间。慢慢，因为徛起踮伫遮的人愈来愈复杂，徛起踮伫遮的人，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。直到上落尾，这个所在伊的道德也非常的放纵。侪人踮伫遮有冲突，侪人踮伫遮拢想我靠家己的想法咧做代志。所以有人就形容讲吼，若咧甲人讲，你这个人足哥林多的，这是好事还是歹事？你这个人足哥林多的。这是咧骂人吼！你若甲人讲，你这个人足哥林多的，这是咧骂人。所以踮伫这个遮尔大、遮尔繁华的城市内面，但是真特别的是，
上帝伫遮设立教会。上帝踮伫遮设立教会，有一群人组织踮伫即个城市中间，哪亲像一座花园共款。伫即个看起来道德败坏，若是要形容即个城市，可能是真复杂、真黑暗的所在，有一个花园徛起踮伫即中间。即群人军队主，因认为讲，因要看见上帝踮伫因生命中间水的心意，也真拍拼，要踮伫一个黑暗的城市中间画出水的物件。这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踮伫这个世界所领受的吊命，敢毋是？咱每一个人嘛共款领受这个吊命，要踮伫一个充满黑暗的城市中间画出美善。画出水的物件，毋过咱着爱详细搁入来看。就算讲踮伫即个大城市内面，教会踮伫遮是真做一座花园，踮伫遮有一群足水的人想要踮伫遮，但是伊永远会受到什么款的挑战？因为踮伫大城市内面，逐个人所咧想的是比较，逐个人所想的是我如何会当比你搁较好。所以，就算讲是即座真水的花园，但是咱想看卖，上水的花园应该是安怎？咱搭入去，足侪色彩的，这到底是水还是无水？看起来应该是水对无？足侪色彩啊！但是咱搁详细搁入去看，咱搁会发现啥物？啊，逐个人若是拢想要上水，逐个人若是想要上水。也是看起来真复杂，看起来虽然是足侪色彩，但是无经过设计，无经过好好安排啊！这座花园到底是安怎？咱可能一开始讲哦，遮遐有一座真水的花园，但是愈挖入去的时阵会发现，遮哪会看起来乱糟糟？因为四界拢有花，咱咧看花海嘛是共款嘛？看花海是安怎？是经过设计对无？是一块一块，遮红色，遐黄色。也较别个色，啊，若是所有的花蕊拢黑白差，全部青做花，会是啥物情形？咱就开始想讲，这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处境？这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环境？啊，这座花园到底啥物人咧管理的？为虾米会四界迄个色地黑白乱来啊，乱糟糟咧？咱所看到的，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啊。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状况，搁来踮伫一个城市内面，看到真侪高楼大厦，但是每一个高楼大厦拢家己想要拼家己的特色，到底上尾也发现啥物事？永远嘛是乱糟糟。对经过这座城市的人，看到遮的关楼嘛是永远是乱糟糟。这就是哥林多教会。但是咱详细来想看卖，因有温数无？有温数啊！因有材料无？有材料。因真富有无？真有钱哦。所以啥物拢有，但是当无经过好的安排、好的管理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，看起来啥物拢有，但是行入去这座花园却乱糟糟。这就是保罗所看到的哥林多教会。这就是保罗所看到的哥林多教会。所以保罗的期待是啥物？保罗真心的期待是教会踮伫这个虽然充满败坏、充满危机、充满挑战的城市中间，永远彰显上帝的水，永远彰显上帝的美善。所以伊才会写哥林多前书，要甲遮的兄弟姊妹做伙对话、做伙沟通。对哥林多前书第1节，咱看到伊踮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在内面，咱看到讲，伊写了真水对无？伊安怎写？我时常为着恁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伊通过耶稣基督安怎，赏赐互恁恩典。赏赐互恁恩典是安怎？通过基督会当大项富足，充满口才甲知识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咱领受上帝的恩典。看见踮伫教会内面，上帝赏赐侪人有教业的聪明智慧，赏赐侪人有教业的文士，
也就是讲，当咱入来即间教会时阵，咱会有啥物款的感受？你永远毋免烦恼无人才，你永远毋免烦恼无人才。尤其踮伫即间教会内面，咱读哥林多前书，咱嘛知伊历代的牧师拢安怎？相当优秀嘛。历代的牧师拢优秀，因为有上有口才的阿波罗，上高宣教的保罗，嘛因为安尼，因后来咧差啥物？我属阿波罗啦，阿波罗较厉害。我属保罗，我保罗较厉害。有人讲我属彼得，彼得较厉害。有人佫出来讲啥物？拢莫算，我属基督，属基督看起来较厉害。所以逐个人踮伫遐咧吵吵闹闹。保罗爱因看见一项事，这一切拢是上帝的恩赐，是上帝的恩典。咱嘛无对恩典的角度来看。咱所拥有的一切，一切拢会是空的。无论咱偌尔有才调，咱认为咱偌厉害，偌讲的是对的。若是无对恩典的角度去理解咱所拥有的一切，安尼一切拢是空空。咱会亲像保罗所看到的，入来即间教会了后，全部是乱糟糟。入来即间教会的时阵，看起来奇怪，逐个人拢有恩赐啊，逐个人拢有耶稣的疼，逐个人拢有济咱所想象袂到的物件，但是竟然看起来是乱糟糟。所以保罗佫继续安怎对因讲？伊讲基督的信息已经踮伫恁中间坚固建立啊，恁无欠啥物，但是恁需要的是啥物？恁到底需要的是啥物？伊用第9节咱大家做伙分享。伊讲上帝是信息。伊呼召恁，要甲恁甲伊的囝，咱的主基督耶稣通结连。伊用即句话咧表达咱所有的人所拥有的恩赐。伊讲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上帝想使咱每一个人，互咱踮伫即个城市中间，互咱踮伫即个教会中间，踮伫咱的社会中间，会当得到徛在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然后上帝的恩典佫做啥物？呼召咱每一个人。上帝的恩典呼召咱每一个人，互咱会当做啥物？甲耶稣基督结连。上帝的恩典呼召咱会当甲耶稣基督结连。读中文的圣经，咱会感觉。就奇怪，读中文的圣经，若是咱手内底有迄个旧版的和合本，伊咧讲啥物？读到伫遮侪人拢看无，因为伊讲，互咱会当甲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若是无注音无读好，叫做一同得分。啥物叫做一同得分？一同得分，就是踮伫遮所讲的，甲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互咱会当甲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做一伙，用希腊文来讲，就是咱真正熟悉迄字，叫做 koinonia。这字就是咧表达即件代志，甲耶稣基督结连。所以每一个团契，每一个服侍的团队，每一个小组也好，每一个咱踮伫世间会当做伙成做一个团队，咱是咧学习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一伙。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一伙，咱才会当看见上帝如何带咱向前，互咱会当看见讲，咱踮伫遮是水的，咱踮伫遮是美善的。所以，逐摆到伫圣诞节的时阵，这也是一个互咱每一个人三组织起来的机会。咱踮伫遮，一直咧观看讲，上帝你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咧做啥物事？昨暗咱踮伫对面咧点灯，通过点灯嘛看见无共款团队因的服侍，看见无共款团队的服侍，有囡仔踮伫遮的演出，有手琴团，有放纵团，咱侪团队参与踮伫遮一切的演出，但是重要的是啥物？这个演出是帮助咱甲
耶稣基督结连。通过表现点伫咱众兄弟姊妹的面前，咱学习甲耶稣基督结连。所以，伊对即句话，保罗对即句话咧帮助哥林多教会人明白一件代志：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有上帝水的旨意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是信实的。然后，即位信实的上帝呼召咱，互咱点伫咱家己所领受的职分中间。咱踮伫家庭中间，咱有咱的职分；踮伫咱的职场中间，咱有咱的职分；踮伫咱济济所在，咱有咱领受的职分。上帝有伊信实的旨意，然后呼召咱大家，互咱会当踮伫咱所定着的位置顶面，怎样？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一伙。所以，伊要带哥林多教会看的，毋是。恁继续踮伫遮一直咧讲，哦，啥物人较厉害，啥物人较优秀，啊，迄个牧师较好，阿波罗较好，保罗较好，彼得较好，还是基督较好？保罗所烦恼的代志是，因为因安尼咧看，递到基督互人分割，递到基督互人分割，所以伊期待的是，咱真正会当活做伙，咱会当真正成做一个会堂。尤其咱爱相信一件代志，就是踮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拢已经有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迄类上水的花蕊。上帝将迄类上水的花蕊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有时因为踮伫城市的节奏内面，咱想要竞争，所以咱一直想要争讲啊，我比你搁较水。我比你搁较厉害，我比你搁较有讲话的权力，我比你搁较有搁较高做代志，但是却袂记你，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藏一蕊花蕊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藏一蕊花蕊。踮伫台湾有当时啊，咱真容易看歹的代志，袂记你去看，伫每一个人生命中间，上帝已经放水的思点伫伊的生命中间。所以，保罗才会期待所有这教会的信徒，真正去看生命中间上界水的物件。上界水的物件，为什么咱会水？是因为咱有才调吗？是因为咱有能力吗？是因为咱有成就吗？毋是，是上帝的疼，早就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互咱无论安怎，咱是水的。而且这就是恩典，所以侪人会讲，到底什么是上帝恩典？上帝恩典就是咱无需要做什么，就照安尼赏赐互咱。咱无需要透过用什么方法去证明讲，所以我比你搁较好。上帝恩典就是白白真正将这一切放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。最近这几个礼拜，甲侪人咧读台语的圣经，做伙学习台语的文学。啊，踮伫赵木斌老师的研究中间，我对伊讲的两字，互我真正得到袂少学习。伊讲踮伫台语内面，义人甲罪人，发音无共款对无？安尼听嘛知影发音无共款。啊，为什么爱用人甲人？为什么要用人甲人？为什么叫做义人啊？罪人毋是罪人？为什么？老实讲，我嘛毋知啊。但是老师迄天咧甲阮分享伊所读到的一个研究，伊讲义人伊形容这叫做白话音，白话音啊，罪人是文言音啊，这两个差伫对。义人是实的。罪人是虚的，就是迄是一个概念，迄是一个概念。罪人，义人是啥物人？咱确定无？有确定咱是义人无？有确定咱现在是义人无？有啊，咱认捌耶稣基督了后，咱成做义人，所以义人就是现在实实在在徛伫咱面前的每一个
兄弟姊妹，罪人咱会形容，咱会用形容的去表达讲我真正犯罪，我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人。所以伊咧形容讲，这个义人甲罪人的差别是，义人是实的，罪人是虚的。所以咱透过，咱是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成做实实在在的义人。对虚成做实，每一个人踮伫这个世间，咱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影响，咱会受到济价值观所影响，直到咱一直去想要挖靠这个世间的价值，袂记你讲，这一切其实是空虚，这一切不过是空虚。咱通过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成做实实在在的义人。也因为咱成做实实在在的义人，所以这个恩典放伫咱生命中间的花，伊会当展现伊的美善，会当展现伊的水。然后咱甲耶稣基督三结连的时，咱甲耶稣基督三结连的时，咱会当真正看见上帝才是上界重要的迄个花园的主人。伊安排咱踮伫什么所在，伊安排咱会当完成什么款的任务。无论踮伫咱的家庭中间，踮伫这个社会中间，也是踮伫今仔日有政治人物踮伫咱中间，踮伫政治的位置中间，是上帝安排咱踮伫迄个所在。完成伊所托付咱的事，这叫做真正的服侍。真正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，成做一个团体，是为着这块土地，互这块土地真正展现伊的美善。所以教会徛起伫每一个所在，也帮助咱的兄弟姊妹认捌，这是咱所领受的调明。信实的上帝。将咱放伫现主时，咱所踮的位置，踮伫遮，发挥咱的才调，发挥咱的文术，为着要服侍主。就算讲踮伫这个世界，咱会看见黑暗，嘛会看见光明。定踮伫黑暗甲光明，一直踮伫遐，毋知影要安怎选择的时阵，咱爱清楚，主已经将迄个光放伫你的生命中间。爱咱踮伫每一个需要的时阵，每一个需要的所在，显露伊的光。踮伫每一个生命的过程中间，咱会拄着冲突，咱嘛会想要和好。伫这个冲突甲和好的过程中间，主基督嘛早就已经将迄个和好的气力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因为是主基督甲咱和好。咱拢会当有一个选择。但是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上帝看咱是水，上帝看咱是美善。今仔日咱要为着一位兄弟踮伫遮来行洗礼。每一摆当咱要行洗礼的时阵，咱所看到的是甚物？咱所看到的是上帝早就将迄个水放伫人的生命中间。所以，通过回应来到伫主的面前，要领受洗礼的时阵，咱阁看见迄个水的花蕊展现踮伫咱的面前。现主是踮伫咱中间检采，也有济人也毋捌主，也未领受洗礼，但是咱敢有相信？无论咱安怎选择，主早就已经将迄个上水的花蕊放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所以，通过听上帝的话语，通过敬拜上帝，这是一个新的邀请，邀请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甲咱众兄弟姊妹见证，才有一蕊真水的花蕊展现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所以，通过洗礼，咱拢咧见证这项事，咱咧看见上帝伫一个兄弟姊妹生命中间水的作为。这个水的作为，毋单单是伊的力量。嘛是咱每一个人的力量，帮助咱重新去回想，咱在座有领受洗礼、无领受洗礼的人，当咱领受洗礼的时刻，咱如何
看见上帝的美善。当咱领受洗礼的时阵，咱敢有看见讲，踮伫这一路以来，上帝一直咧带咱，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也未领受洗礼的人，这也是一个新的邀请，邀请咱主的恩典早就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一直咧听候咱做出回应，也通过每一摆当咱三鼓励三主日的时，咱咧显明上帝的作为。所以经过洗礼了后，咱会做伙守圣餐，也通过圣餐，咱咧做啥物？通过圣餐，咱真实甲耶稣基督结连。通过圣餐的礼仪，每一摆咱也咧思想，咱的生命、咱的罪已经甲耶稣基督同等伫十字架顶。耶稣基督拍破伊家己，所以这个活命已经成做是咱新的拯救、新的活命。也通过咱领受圣餐，咱甲伊三坐倒。通过踮伫遮分享的是咱见证，头拄仔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，讲啥物？上帝是啥物？上帝是信实的，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呼召咱，呼召咱为着要安怎？呼召咱甲伊结连。信实的上帝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呼召咱，呼召咱会当甲伊结连做一伙。所以咱踮伫教会中间，咱踮伫每一个服侍的团队，伫每一个团契，伫每一个家庭中间，咱拢看见咱甲耶稣基督结连，这就是上水的花园。踮伫这个上水的花园，保罗期待哥林多教会。踮伫这个城市，虽然充满侪黑暗，但是这座花园爱显出伊的水，显出主的光。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也是同款。这几年中间，面对着疫情的冲击，面对着世界战争的威胁，踮伫现主义的台湾社会，咱也不断承受侪假的消息，一直踮伫遮咧流传。咱会当选择接受，咱会当选择用无共款的价值来对抗这个看起来真强大的势力，互咱踮伫即块土地真正展现咱的水，也就是基督的光，要踮伫圣诞的时照光即块土地。今仔日咱准备透过大港节，准备要迎接圣诞，愿点到的即支蜡烛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一礼拜一礼拜，咱愈来愈展现耶稣基督的光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拯救阮，互阮白白通成做义人。主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伫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，面对整个世界的价值观，你将美善、将上水的花蕊放伫阮家己的生命中间。当阮徛伫你面前回应的时刻，阮会当展现生命，因为主，阮实在是会当活出无共款。信实的上帝啊，求你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，搁一摆呼召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无论踮伫家己的职场，踮伫家庭，踮伫学校，踮伫侪所在，阮拢会当看见，阮甲你同结连，成做真实的团契，成做真实见证上帝的仆人。愿主祝福阮大家。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藏伫心里的花蕊，行伫花园内面展开的花蕊，逐个人拢咧竞争，想要抢夺上界耀眼的C位。C位逐个毋知是啥对无？中心的位置。Center position，
上个中心的位置。漫游踮伫城市内面，悬悬的悬楼，逐个人拢无衫样，想要大起去引人目睭的天界线。逐项富足，项项拢无欠缺，敢若劳碌、冲突甲破裂，指责甲攻击，花园失色，城市黑暗。藏伫心内底的花蕊，无互眼目所看到的物件所骗去，敢若看生命缘起头，创造者的信息，好调你甲我，掠伊做欢喜，展开花园的光彩，城市的美好。花园的色色，城市为黑暗，总是当咱转到伫缘起头，咱要看见上帝的光。光照咱，今仔日咱要踮伫遮行洗礼，甲领受圣餐的时，也是一摆当咱转到伫缘起头的时刻。转到伫缘起头，咱受上帝的拣选；转到伫缘起头，咱真正成做上帝的儿女。所以今仔日也透过这首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。请咱同齐来吟这首回应的信息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，踮伫吟的时，也来请要领受洗礼的属灵，会当来到伫头前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，就像魔鬼逆天之气，叫天机断着受刑罚，我可家己为倒脱。心被上帝之大光辉，竞选咱人做彼行之，圣经推咱担当罪过，信心宽灵教咱降破，圣经耶稣甲咱立约。主小受起，写咱罪赎，使咱心生化坚强，抓到天顶，万福丰盛。上帝荣耀，世地看见，表明中心坚固咱心。遍地心性顺天化道，众生教育行出道路。今仔日咱踮伫遮，听见上帝的话，也清楚知影，主已经将上水的花蕊藏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。也今仔日，咱要通过徛伫头前这位兄弟，伊要踮伫上帝甲正良面前，要誓约，要成做上帝的囝儿。也对这项事中间，咱见证的是，上帝的听帮赞咱，互咱甲耶稣基督会当三结连。所以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，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。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驾驶因手，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，但我也要安尼对属灵讲，你着亲信。你若真实反悔，告别你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，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。所以踮伫遮，
苏宁要请你来应答牧师所要问你的问题。温苏宁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？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，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？温苏宁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你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阿免。愿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一情正信。各愿你的神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我只是来宣告，请咱大家做伙起立。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。我靠教会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东门北克利纪念小会的权柄，接纳你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，甲新的约的恩典。阿免，请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上帝，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子入你的教会，愿你祝福伊。由你以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，也用恩典赏赐伊，互伊继连伫主基督得到主的充满，永远伫你的内面。拄着试探的时，保护伊，互伊为征战信仰会好征战。愿你的气力扶持伊的软弱，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，搁互伊一世人会当服侍你。阮的主上帝，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，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，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也离开你的道路，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完全反悔，带阮倒转来归伫你。对当开始，阮正做你尽忠的奴仆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安尼请咱的小会员甲民务长老来接答。好，来介绍一下温苏宁吼，总无兄，中埔兄的囡仔吼，总无兄的囡仔。伊的妈妈过去是咱迄个幼儿园的园长，过去是咱熊老师是咱幼儿园的园长，搁有伊阿姑伫对，阿姑伫亚美亚学区，亚美亚学伫遐，伊阿姑伫遐。所以其实伊嘛自细汉踮伫教会中间大汉，踮伫一年外进前结婚嘛，一年外进前结婚，伊的囡仔4个外月，所以咱嘛继续伊的太太也未信主，所以咱嘛踮伫祈祷中间继续为伊的家庭来祈祷，嘛期待伊的太太会当领受洗礼，搁有伊的囝子会当来到伫遮领受小儿洗礼，好，咱搁一摆拍鼓来欢迎伊。
煞接咱要同齐来领受圣餐，请咱同齐来吟圣诗361首，求圣神感动阮谦卑。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见那属于教会的陪餐者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咱同齐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。恁见那着我担重担的，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弟弟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，祝谢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也捧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若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饼，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。直到伊过来，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咱大声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遵照你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。互阮对接受者的对神有份，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助，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”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
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。当咱领受的时，也遵照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的小会员来旁边。请咱有洗礼的人，咱同齐来领受愿主的恩典、愿主的平安，甲咱三弟弟也通过领受圣餐，特别为着这个土地来祈祷，为着这受苦的人来祈祷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了咱所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伊也旁杯讲：，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，请咱的小会员来旁杯。
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三弟弟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阮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伊有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通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。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愿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所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话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待以后通荣光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。请坐，咱来看几项教会的消息，咱大家同齐来分享。
即礼拜圣经学堂的进度，咱读到《使徒行传》21章17节到39节，欢迎咱踮伫线顶会当同齐来读上帝的话语。今仔日咱真欢喜会当为着属灵踮伫遮来行圣人洗礼，愿咱也踮伫祈祷中间，继续为着因的家庭，咱同齐来祈祷。好，咱等下踮伫第二堂礼拜后，咱要召开小会，所以请咱的小会员踮伫第二堂礼拜后，伫教育大楼1楼的会议室来参加会议。好，今仔日咱进入海港节第1主日，所以咱点蜡烛的顺序就照咱看 PowerPoint 顶悬遮的吼，所以嘛，请咱会同工会当同齐来注意遮的时间。好，今仔日游园踮伫迄个等下礼拜三以后，踮伫教育大楼边仔遮会当摕迄个2024年度的月历吼，所以会当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踮伫遮来领取。好，过来咱12月24迄天，咱会举行圣诞节联合赞美礼拜甲圣诞爱餐。咱迄一日，咱的礼拜是9点半开始吼，12月24迄天，咱是9点半开始。礼拜三以后，咱要举行圣诞爱餐。所以，请咱有参加团契、礼物团契、登记购买遮个爱餐券的，会当甲团契应该是到今仔日已经为止啊。其他未报名的兄弟姊妹吼，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爱餐，请咱会当到伫办公室这边，用贤干事来购买遮个爱餐券。所以，咱这个时间会到后主日吼，所以请咱会当把握这个时间，要购买爱餐券的兄弟姊妹会当。踮伫后主日进前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登记甲购买。好，今仔日咱欢迎咱的立委准宪立委甲小委议员各位，咱你落来到伫咱中间吼。还有里长吼，咱大同教会的长老。愿上帝祝福因，互因踮伫所着无碍事，通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。咱三个来读行本周的金句，本周的金句，咱做伙来读两解。上帝是信实，伊呼召恁，要互恁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9节，搁一解。上帝是信实，伊呼召恁，要互恁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9节。咱来三个来吟祝福册卷的诗歌，圣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打得到永世大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